過咗35歲，仲係10年如一日，點樣先可以改變命運呢？如果你想有更加多時間自由，咁投資可能係最公平同埋最具可能性嘅突破之路啦。因為投資唔靠人物，唔靠背景，全靠你個人嘅悟性。全球最大對沖基金嘅創辦人 Ray Dalio 30幾歲先嚟創業，但因為投資決策錯誤咧，導致瀕臨破產，剩翻200蚊美金，員工全部都要被離開。不過佢冇放棄，反而喺失敗入邊去學習。結果佢建立嘅全球最大對沖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喺高峰嘅時候管理資金超過1500億美元，成為世界上面最成功嘅投資人之一。成功嘅投資者都唔係一蹴而就噶，經歷市場鍛煉似乎係必經之路，但自此你嘅分析力、抗壓能力、風險管理力、決策力、反金能力都會幾何級咁躍升。Ray Dalio話投資咧唔係完全冇風險，但真正嘅強者會由每次嘅市場波動入邊去學習。只要掌握正確嘅方法，你都可以有主導權，唔使再被動咁等升職加薪。如果你唔投資，咁你永遠就只會為有投資嘅人去工作啦。所以35歲 plus 都唔係人生嘅定局，而係掌握財富嘅起點。最重要唔係你幾時開始，係你有冇去開始啊！關注小峰，小錢長賺。